杀人们谁懂啊？在家躺平46天，终于遇到心软的神嘞。Hello，你现在有一个机会，可以在24天之内达到人生巅峰，只要你听我的话。嘿嘿，我信了。他督促我前进，这样拿着枪。你是不是皮要痒了？我是不是又得给你？他鼓励我做自己。你看啊，做自己。他支持我，是我坚实的后盾。好好，你记住，妈妈永远支持你。妈妈要说脱口秀，不许说。妈，我要你给我听妈妈的话。而且都是成年人了，你还把他当小孩哄着？他还把我当小孩哄着。他真的，我不死。所以我真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死。就让你人还怪好的嘞。